包罗万象，举一千从。学成的根本就在于能吸纳来自各国的人才。今天是学院入学考试的日子，从华国、诺亚国、奥克莱尔国赶来的考生都会聚集于此。进入学成学习，最终成为千丛兽，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。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要么把对手打得动弹不得，要么就让对手主动认输。比试开始。学院的所有教学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培养优秀的研能者展开的。把2个哑炮留在学院，只是浪费教学资源。给无能者不切实际的期望，才是真正的伤害。学成的信仰不应该只沦为一句空话，连1个2个哑炮都容不下，还谈什么包罗万象？谈什么举一千从？我不服！等风扬起，真爱为定，我与你同行，任他斗转星移。我叫千丛，目标是成为千丛兽最强族长。真心不问天意，奇迹无止无尽，光芒映成结晶，守护着我和你，从此万象一心。好像守护着一切。